当心脚下啊！哎，苏总来了！苏总，师傅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爆破矿山的炸药全部被毁了，这炸不了山，工人采不了矿。这些用不了，再买一批新的炸药不就行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市面上的炸药供应商一听说是咱们苏氏集团，全部拒绝合作。这苏总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，咱们这个项目恐怕要停工了。不行，不能停工。这个项目我投了10亿，赌上了整个苏氏集团。要是停工，每天都会有300万的巨额损失，苏氏集团耗不起的。苏总，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恶搞我们？眼下只有这种情况。我的好姐姐，喜欢我送你的这份大礼吗？王少已经很不开心，他下令封锁了所有炸药供应商，并且动用关系卡死了苏氏集团炸药使用手续，就是为了拖死你。不过王少也说了，只要你乖乖的跟这个废物离婚，再跪到他面前求他原谅，他就能饶了你。要我求他？不可能！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你是无所谓，可洛洛是你的孩子。如果这么想，就背上了10亿的巨债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我才不怕呢！欠债就欠债，你休想拆开爸爸和妈妈！洛洛，这事情很麻烦吗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？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你让这批工人徒手去挖这座矿山吗？那要挖到猴年马月呀，愚公移山吗？除非这世界上有仙人，现在就把这座矿山炸了，否则别无他法了。炸山，我行啊！炸山，我行啊！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你能炸山？是啊。操，姐，你找的这个废物傀儡，这里也不好使，是不是啊？林峰，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但这平山填海怎么可能嘛？不是我，妈妈，爸爸没有吹牛，昨天他还带我去月球上呢。上月球啊！林峰，我姐叫你带孩子，你就专教她骗人是不是？这有什么好骗人的？不就是炸个山吗？顺手的事儿。我操，你瞅瞅。好了，林峰，别闹了。我没闹。好，既然你们一个个都不相信，那我就只能用行动来替我说话了。对了，待会儿那一场会很帅，看好了。今天你要干什么？滚开！老子生平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装逼了。好啊，你说你能炸山是吧？你现在就给我炸！你要是炸不了，我就给你脑袋炸了！林峰，你别闹了！我没闹，看好了，装神弄鬼，找死！家人们、宝宝们，龙门武馆护您平安！护您平安！不要3900，不要2900，只要998。一身本事学回家，线下火热招生中，联系电话13838888888。我要是能有这么厉害的爸爸就好了。洛洛乖，妈妈给你找一个更厉害的爸爸，好不好啊？不要，我就要他。喂，苏总，您的保镖我没找到。效率太慢了，你应该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，王家步步紧逼，我必须马上找个人替我照顾洛洛。可是长得帅、会照顾人，还要武功高强，这种人很难找
到符合你心意的呀？不用了，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人选了。师傅，咱们这算不算广告欺诈呀？说什么呢？我们这叫合理营销。为师身为一名修仙者，怎么能轻易使用真实的实力呢？万一波及到了你怎么办？就吹吧，你还修仙者呢？你要是修仙者，你那个前女友能背着你去傍大款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为师渴了，倒杯茶去。请问林峰，林馆主在吗？哎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是我。各位是来上山拜师学艺的吗？不，我苏婉瑜是上门打假的。苏婉瑜，你是苏氏集团总裁？完了，师傅，都怪你拍的那骗人的广告，这下惹到硬茬了。这来打假的怕什么呀？为师身正不怕影子斜。哎呀，苏氏集团财力雄厚，供养的打手个个都是内劲高手，你嘴上功夫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打得过内劲高手呀。啊，苏总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别跟我们这种小门小户一般见识。我龙门武馆不怕打假。师傅，好小子，有骨气。虽然你开武馆招摇撞骗，但是看在你有骨气的份上，我一会儿打你啊会轻一点。哎，不用，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！但凡要是能够伤到我一根头发丝儿，我龙门武馆立马关门歇业。我一个修仙的，还打不过你一介凡夫俗子。师傅，你不要命了呀？你这骗子还挺神气啊！苏总，我一会儿可以出全力吧？可以，不要闹出人命就行。是。老天保佑，别让我师傅受重伤就好。凡人功夫好像是这样。小子，我的通背拳练了20年，你想靠照葫芦画瓢就想赢我吗？别废话，出招吧！狂妄！通背拳！这就是所谓的内劲高手。不行啊！不行啊！怎么样？不服啊？再来！你通过了考验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苏婉瑜的贴身保镖，年薪100万。啥？师傅，我没听错吧？100万年薪！哇塞！哎，去！怎么，不满意吗？区100万，你想让我放弃我的武馆？我是那么经不住考验的人吗？你这破武馆得挣多久才能挣到100万？当我的保镖，马上就可以得到。你懂什么？开武馆只不过是我的兴趣爱好，其实我是一名修仙者。噔噔，身为一名修仙人士，怎么会在乎金钱这种身外之物呢？编，继续编啊！行了，一口价500万，你的武馆还有你的弟子，我全都要。奇怪，这小女孩居然和我命数相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苏总，我师傅是金钱如粪土，境界高得很，他是不会同意的。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成交。
行。师傅，看什么看？这是我的，跟你没关系啊。周一在我办公室报道。洛洛，走。妈妈，我不要保镖，我要他当洛洛的爸爸。爸爸，洛洛，快别胡闹，走。我就要他当洛洛的爸爸，我就要。洛洛，快起来！好，妈妈答应你。我跟他结婚，让他当你的爸爸，好吗？耶，洛洛有爸爸啦！我只卖艺不卖身的。再加300万。你就是再加1000万，我也是这么说。这婚，狗都不结。结，狗不结我结。事先说好了，我们只是合约夫妻，你只要照顾好洛洛就行，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。等我熬过王家的针对，就可以解除婚约，还你自由身。不是，你上市公司女总裁，你还会被人欺负？海城王家那是比我苏家强大的多。算了，跟你说你也帮不上忙。不是我吹啊，这世上还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我林峰。爸爸，我困了，今晚想要爸爸抱着睡。好。哎，洛洛，有了爸爸就不要妈妈了是吧？才不是呢，爸爸和妈妈应该和洛洛一起睡。那个林峰，你先带洛洛去睡觉，我还有工作要做。得嘞。好啦，洛洛，快睡觉吧。爸爸，你说你是修仙者，你到底有多厉害呀？那可不好说，上9天揽月，下5洋捉鳖，都是手到擒来。真的？那我想去月亮上看看。好，那爸爸就带你去月亮上。看那边有颗卫星，我们一起打招呼。你好啊！我的上帝，上面竟然有人！那是中国人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里就是月亮了，好看吗？哇，爸爸好厉害！那当然了，爸爸可是修仙者。月亮上好漂亮呀，我要拍照发给妈妈。好，我们一起拍个照片。耶！林峰，苏总，怎么了？我让林峰带洛洛睡觉，他可好，带洛洛玩手机，还 P 图骗我说上月球了。林峰，马上带洛洛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姐，好久不见呀！爸爸妈妈让我们去他的办公室，照片肯定是震撼到他了。那我们玩好之后就回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出发。走。
来啦。舅舅，怎么，见到舅舅不开心啊？过来，让舅舅抱抱。这就是你找的那个傀儡老公，也不怎么样嘛。打算用这招对付王少，没用的。你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，就请你离开，我不想看到你。没事儿，王少已经放话了，今天你不嫁给他，明天苏氏就要灭亡了。要我嫁给王文远那个畜生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少他妈给我装矜持了！趁我现在还能好好跟你说话，乖乖同意了，否则就别怪我下狠手了。叫保安，赶走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小舅子，有话就说话嘛，干嘛非得动手呢？妈的，有骨子里强，练家子是吧？还好我做了万全的准备。这是我花重金聘请的内境巅峰高手，武术大赛的9冠王。今天我就是撸，就要把你撸到王少的床上。动手！受人之托，重人之事，苏总得罪了。什么情况？我是做梦吗？装你妈呢！讨打！耶，爸爸好厉害！这怎么可能嘛？你别过来！我是王少的人啊！你要是敢动我，明天他就让苏氏灭亡了。洛洛，你说这样的舅舅该不该打呀？爸爸该，快打！嘿嘿，林峰，算了吧，打了他不好收场。怎么样？我这个保镖还不错吧？那个，马马虎虎吧。苏婉瑜这个死女人，找来这么个林峰，没想到还真有两下子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告诉王少。飞啦！起飞啦！慢点儿，洛洛。妈妈，爸爸可厉害了，不仅打了坏人，还带我去月亮上拍了个照片。月亮。林峰，你怎么可以教洛洛撒谎？没有，是真的。妈妈，洛洛没有撒谎，爸爸真的带我去月亮上了。好好好，妈妈相信你，快去睡觉了。慢点。林峰，今天谢谢你。我明早还有事，早点休息吧。2楼给你准备了房间。好，那我先去洗漱了。雷劫在即，还是要加紧修炼才行啊！这么晚了谁在吵？影响洛洛睡觉怎么办？林峰这是在干什么？梦游吗？这设想真是古怪。不过总是梦游也不好。回来了。洛洛，把你在学校的学习情况去跟你妈妈说。说，洛洛，爸爸去接你已经很辛苦了，让爸爸歇一歇。哦，那好吧，爸爸辛苦了，洛洛给你捶捶腿。
真乖，不愧是我的好女儿。哎，对了，你突然找我过来，有什么事啊？那，送给你。送我？枕头？我看你睡不好，总是梦游，送你个枕头。梦游？什么？我那是在修炼，你根本就……哎，行了，我不想听。爸爸妈妈可是第一次给男人送礼物。露露，我可不是特意给你买的礼物啊，我那是怕你梦游，吓到我们宝贝洛洛了，对吗？我懂，女人嘛，总是嘴硬心软的。算了，我后悔了，不想送你了。黄牛，那可不行，这是送出去的，哪有要回去的道理啊？还给我！哎，给我的已经是我的了。苏总，不好了，矿山那边出事了。什么？当心脚下啊！哎，苏总来了！苏总，师傅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爆破矿山的炸药全部被毁了，这炸不了山，工人采不了矿。这些用不了，再买一批新的炸药不就行了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市面上的炸药供应商一听说是咱们苏氏集团，全部拒绝合作。这苏总，就目前的情况来说，咱们这个项目恐怕要停工了。不行，不能停工。这个项目我投了10亿，赌上了整个苏氏集团。要是停工，每天都会有300万的巨额损失，苏氏集团耗不起的。苏总，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恶搞我们？眼下只有这种情况。我的好姐姐，喜欢我送你的这份大礼吗？王少已经很不开心，他下令封锁了所有炸药供应商，并且动用关系卡死了苏氏集团炸药使用手续，就是为了拖死你。不过王少也说了，只要你乖乖的跟这个废物离婚，再跪到他面前求他原谅，他就能饶了你。要我求他？不可能！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你是无所谓，可洛洛是你的孩子。如果这么想，就背上了10亿的巨债，他这辈子就毁了。我才不怕呢，欠债就欠债，你休想拆开爸爸和妈妈。洛洛，这事情很麻烦吗？没有别的办法了？还能有什么办法？难道你让这批工人徒手去挖这座矿山吗？那要挖到猴年马月呀，愚公移山吗？除非这世界上有仙人，现在就把这座矿山炸了，否则别无他法了。炸山，我行啊！炸山，我行啊！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你能炸山？是啊。操，姐，你找的这个废物傀儡，这里也不好使是不是啊？林峰，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但这平山填海怎么可能嘛？不是我，妈妈，爸爸没有吹牛，昨天他还带我去月球上呢。上月球啊！林峰，我姐教你带孩子，你就专教她骗人是不是？这有什么好骗人的？不就是炸个山吗？顺手的事儿。我操，你瞅瞅。好了，林峰，别闹了。我没闹。好，既然你们一个个都不相信，那我就只能用行动来替我说话了。对了，待会儿那一场会很帅。看好了，今天你要干什么？滚开！老子生平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装逼了。好啊，你说你能炸山是吧？你现在就给我炸！你要是炸不了，我就给你脑袋炸了！林峰，你别闹了。我没闹，看好了，装神弄鬼，找死！呀！
难道林峰真是仙人？小舅子，还敢欺负我老婆吗？信不信我让你像这座山一样炸了？天哥，你快看！最新消息，本市突发5.7级大地震，震源系南山一脉，请居住在附近的居民尽快撤离，救援工作已陆续展开。我还以为他真的很厉害，是赶巧了这。妈的，我就说嘛，原来是地震！你小子，我差点伤了你的当！我就说嘛，这世界上怎么会有仙人这一说？臭舅舅，笨舅舅，这座山就是我爸爸炸塌的，才不是什么地震。小屁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苏天，矿山已平，炸药的事情已经拦不住我。你要是没有其他底盘，就快滚，否则滚！这事没完，王少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还有你，林峰，你敢跟王少抢女人，你就在家里等着作死吧你！连站都站不稳，还学别人放狠话，快滚！快点滚！好啊，都给我等着！走啊！他妈的扶着我点！开工了！林峰，我这弟弟啊，让你见笑了。这有什么？不过是跳梁小丑罢了。他要是还敢来，我还收拾他。这苏天是不足为惧，可是王文远呢？他是王家大少，不好对付啊。这有什么好怕的？他来一个我收拾一个，来一对我正好收一双。你还真把自己当神仙了？你不就是武功厉害点吗？拿什么跟人家比嘛？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！好了好了，拜地震所赐，矿山已平了，等平稳一些，就让工人们开工吧。至于王文远，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，快去忙吧。乐乐，妈妈呢？要忙工作的事情，爸爸带你去游乐园玩，好不好啊？好。妈妈，爸爸要带我去游乐场玩。去吧。妈妈，拜拜。走了。看好乐乐。爸爸，你真厉害，连头奖都能赢到，我好喜欢这个大熊。喜欢的话，爸爸天天带你来玩。我回家告诉妈妈。好。小姐，你在哪儿呢？老爷都快不行了。你等我10分钟，我马上到。他竟然一只脚就把我的车给拦停了！你怎么开车的？得亏我爸爸厉害，不然我就惨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爷爷生了重病，需要我送救命药，他病重了，真的对不起。你啊，得亏是遇上我了，以后开车注意点。你是孩子的爸爸吧？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海城孙家的长女孙雪，我现在是真的有急事，需要先走，抱歉。等一下。还有事吗？哦，如果你孩子受到惊吓了，需要赔偿，你可以随时来孙家找我。但是我今天真的很着急。等一下，小姐，遇见即是缘分，给你一个忠告：你爷爷气血两虚，虚不受补，你车里的安宫丸不仅救不了他，反而还会要了他的命。安宫丸在车内的手套箱里，除了我没人知道，他是如何得知？而且，他连我爷爷的病症都如此清楚，他究竟是什么人啊？将这片叶子给你爷爷服下，可延他3日寿命，3天之内准备后事吧。
我们回家找妈妈。爸爸，你能教教我吗？能教教我吗？啊！哎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。难道我这是遇到高人了？爷爷怎么样？气若游丝，食不存一啊，小姐，您说的救命药在哪儿啊？在这儿。就一片树叶，小姐，这能行吗？将这片叶子给你爷爷服下，可延他3日寿命。能行。大夫，我爹他情况怎么样了？活不过今天了，抓紧准备后事吧。孙雪说的救命药呢？怎么还没送到？小姐回来了。你爷爷病危，你倒好，出去潇洒到现在才回来。二叔，我是去给爷爷寻药了。哼，寻药？药呢？大侄女儿，闹了半天，这就是你说的救命药？你今天是不是脑子坏了？要不要我送你去精神病院治治啊？你懂什么？这药是高人给我的，他说了，只要给爷爷吃下这片药，爷爷的命就能再续3天。小姐，说句不中听的，一定要相信科学，不能病急乱投医，相信一个江湖骗子的话呀。是不是江湖骗子，试试不就知道了？还是说，你们都盼着爷爷死？你，去。家主，你就看着孙雪这么胡闹啊？哼，你懂什么？老爷子本来就救不活，要是吃了他的烂树叶再死，那我就能借机发难，从他手里夺回剩下的股份。家主实在是高啊！好转了，家主，小姐，老爷的病情好转了。太好了，他果然是高人。这不可能！医生都说了，老爷子回天乏术，活不过今天。一片烂树叶，怎么可能起死回生呢？二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你希望爷爷死？我孙家的产业全靠老头撑着，他儿能不死，自然是最好。算了，筹谋家产不急于一时。你去看看。是。家主，老爷脉象确实平稳了。那我爹什么时候能醒？从脉象来看，老爷命暂时保住了，但病根未除，很难再醒过来啊。他的药能让我爷爷续命3天，那就代表他一定能治好爷爷。我有办法，我去找跟我神药的高人，他一定能治好爷爷。哎，你看，爸爸给我赢的大熊啊，这么大呀！爸爸这么厉害？爸爸可厉害了，不仅给我赢了大熊，刚才有一辆车差点撞到我，是爸爸一脚把车踩停救了我。我洛洛，撒谎可不是好宝宝哦。洛洛没有撒谎。好，没撒谎，妈妈相信你。不过答应妈妈，以后过马路一定要牵好爸爸的手，知道吗？苏总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慢慢说。我们开采出的所有矿石，没有一家公司愿意收，而且王家放话了，谁要是收我们的矿石，就是和王家作对。价值300亿的矿石，全部都要砸在自己手里了。什么？苏总，这下该怎么办？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吗？我可以帮忙啊！别闹，你帮不上忙。眼下不怕得罪王家的，又能吃得下这批矿石的，恐怕只有海城孙家了。海城孙家，有点耳熟啊。苏总，既然孙家能吃得下这批货，那咱们赶紧去孙家求情吧。孙家的主事老爷卧病在床，孙家上下寻遍名医，无人能治，他们尚且自顾不暇，哪还有心思管我们的死活？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办法，或许有一个。若是能治好孙老家主的病，便是对孙家有天大的恩情了。到时候再开口相求，他们定能出手相助。只是要去哪里找能救命的神药呢？
苏总，这株百年野山参，您看怎么样？百年野山参，这在市面上都是很罕见的，你从哪儿弄的？这是我花重金从青云观道长手里求来的，本来想着在您生日的时候再给您，可眼下情况紧急，只能提前拿出来了。张秘书，谢谢你了。你想要什么，告诉我，我定会百倍还你。我不要什么回报，苏总，只要这一次您能渡过难关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有你做我的秘书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赶紧出发去孙家，行程我已经给您安排好了。妈妈，我们是要出去玩了吗？对，妈妈带你和爸爸一起去。太好了，我们一家又能出去玩了。你姐人呢？今天可是他唯一的翻身机会了，他怎么还不来？可能路上有事耽搁了，应该快到。王少，你要是着急，我现在立马打个电话让他死过来。不急，放出去了饵，我就不信他不上钩。王少，还是你厉害啊！运筹帷幄，这下他肯定跑不了了。感谢各位亲朋挚友应邀前来孙家，家父身染重疾，一病不起。我们孙家便请名医，却收效甚微。所以今日孙某在此郑重承诺，今日在场诸位，无论身份背景，若有高人能妙手回春，治好家父的病，便是我孙家天大恩人。我孙家将无条件答应恩人的一个要求，无论是要财、要物，或是其他任何事，只要我孙家能做到，绝不推辞。怎么还没来？快了应该。孙老家主的病，我或许能治。爸爸，那个人就是王文远，他可坏了，你可要保护好妈妈。确实坏，不但坏，这个地方可能还有点问题。我说姐，孙老家主的病可是连国际名医都束手无策，你说你能治啊？你拿什么治啊？这野山参，就拿这株百年药灵。百年药灵的野山参，这可是圣王级别的神药啊！如此千金难求的神药，必定能药到病除。苏小姐，你当真愿意把这么珍贵的野山参送给我们？孙老家主德高望重，享誉海城，我自是希望他能好起来。当然，婉瑜献药也有自己的私心。请讲。晚辈恳请孙家能够收购苏氏集团采于南山的所有矿产。没问题，只要能救活家父，莫说南山的矿产，今后我孙家便是你苏家的倚仗。等等，这个汤有毒。有毒？这可是百年人参熬的汤药，怎么可能有毒？老婆，这株百年人参被人下毒了，送你这株百年人参的人想害你。你胡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害苏总？李凤，这人参是张秘书给我的，我们情同姐妹，他怎么可能会害我？防火防盗防闺蜜呀！老婆，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可以试试。你放心，有我给你兜底呢。你快闭嘴吧你，净瞎说。孙家主，我老公性格就这样，您别当真。不要吧。
你妈妈笨笨的。连爸爸的话都不信，确实有点笨笨的。不过没事儿，让你妈妈体会一下社会的险恶，你也得学着点儿。不管他们，我们来玩游戏。来，起效了，起效了！我就说，这人参是张秘书给我的，他怎么可能会害我呢？家主，这也气血逆转，不行了，这。苏婉瑜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孙家主，苏婉瑜处心积虑要给孙老投毒，分明就是居心不良。是你，林峰刚刚说的没错，你给我的人参早就下毒了是吗？苏总，我可是您的秘书，可您不能什么脏水都往我身上泼呀。为什么？我待你情如姐妹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胡说八道，我可没有。明明是你自己想要陷害孙老，这黑锅总不能甩给我这个秘书吧？我真是瞎了眼，看错了人。苏婉瑜，现在只要你跟我乖乖服软，说不定我还能救你一条命。王文远，你个畜生！你为了逼我就范，不惜陷害孙老，你简直猪狗不如！把话放尊重点，这人参明明是你给孙家的，和王少可没什么关系。够了！苏婉瑜，我好心信了你，居然意图不轨，害我父亲！来人，给我弄死这个蛇蝎女人！是。我没有。Triple kill, quadra kill, penta kill！ 爸爸好厉害！来，这算啥？等爹带你上王者。我父亲危在旦夕，你们却在这打游戏。不用管我们，当我们俩不存在。你们继续，你们继续。爸爸，他们好像是冲着妈妈去的。怎么样？小姐呀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刚才有人竟然进献毒药，要害死老爷！什么？胆大包天！快带我进去！爷爷，我已经找到救你的高人了，你可挺住啊！婉瑜，发生啥事儿了？先放开，放开！苏总，瞧瞧，这就是你找的好老公，你都性命难保了，他还跟没事人一样，怕不是哪一天你死了，在你的葬礼上继续打游戏吧？这事儿跟他没有关系。王文远，给你多少钱？我给你双倍，只要你当着孙家的面指认这事是他干的就行。什么？双倍？过不了今天这关，你连命都没了，拿什么给？爸爸，孙爷爷的病很难治吗？不难啊。那你救救孙爷爷吧，现在只有他能帮妈妈了。有了。喏，把这杯水给孙老头子喝下去，包他药到病除。你手指甲？指甲水怎么了？要不是为了帮我老婆，我还舍不得给你呢。好，你们一个拿毒药毒害我父亲，一个拿手指甲羞辱我孙家。既然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，挑断手筋脚筋，一刀一刀给我割死！住手！孙，你动他，问过我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实在不好意思，是我们孙家有眼无珠，还请先生莫见怪。大侄女儿，你认识他？认识？我怎么可能认识此等高人？恳请先生救我爷爷性命。孙小姐，这个林峰不过是个武馆的小教头，哪里是什么高人？就在刚刚，
他竟然用泡指甲的水救你爷爷的命！什么？林峰，看见了吧？根本就没有人信你的鬼话。我觉得可以试一试。大侄女儿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二叔，我亲眼见识过这位先生的实力，我相信他说的话。你相信是你的事，但我是家主，岂能让你在这儿胡闹？让老爷子喝这小子的指甲水，孙家的颜面不要了吗？我愿意拿出我所有公司股份做担保，如果他没能救回爷爷的性命，我将我所有的股份转让给你。反正老头子也救活了，不如趁此机会彻底掌握孙家的全部股份。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。好。林峰什么时候认识的孙大小姐？而且孙大小姐对他还如此信任。大侄女儿，开始吧。孙雪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！不可能，以他的功力，不应该啊！大侄女儿，你的股份现在是我的了。医生，我爷爷的病他怎么样了？气息平稳，脉象强劲，老爷不仅完全康复了，而且武道造诣又上升了一层啊！这不可能啊！不愧是林先生，你的药果然有用。小女孙雪，多谢先生大恩。哎，甭客气，顺手的事儿。快请起。一片指甲就能治好孙老爷子？他居然藏着这等本事！不可能，我分明调查过这个小子，他只不过是武馆的一个小教员，根本半点医术都不懂。那他为什么能用指甲水救活我爷爷？这你作何解释？王上，我知道原因了。这人的指甲啊，在中医里面是一味药材，名叫人退，有清热解毒的效果。我姐送的，这人参虽然有毒，但药力好歹还在。林峰这个废物，误打误撞用人退，中和了这毒性，所以啊，才救活了孙老。你们要是不信的话，问问大夫有没有这回事儿。苏少爷说的没错，人指甲确实是味中药。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？林峰他绝对不是误打误撞。这你都能歪打正着，林峰，你的狗屎运可真好啊！随你怎么说，反正嘴长在你身上，只要我老婆没事就行。不管是不是巧合，治好老夫的病这件事是真的。爷爷，爸，小先生救命之恩，老夫定举全族之力报答。小先生若有所求，但说无妨。我也没什么所求的，就是婉瑜他们公司挖出来的矿石卖不出去，你们家都收了呗。没想到他平时吊儿郎当的，但还是挂念着我的事情。苏姑娘，救命之恩涌泉相报，不管贵公司产出多少矿石，我都以高出市场30%的价格全部收购。多谢孙老。哎，你不应该谢我呀。林峰，谢谢你。都是一家人，谢我算鸡毛啊！姓孙的，你可给我想好了，你要是帮苏婉瑜，就是跟我王家作对。林先生与我恩同再造，恩情大过天，与你王家作对又如何？爹，万万不可呀！
我们孙家和王家一直交好，岂能因为这件事断了两家世交啊？住口！你心里的那个小九九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待会儿再处理你。好一个知恩图报啊！苏婉瑜，别以为你傍上了孙家就能高枕无忧。我告诉你，我王文远看上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送客。我们把坏人打跑了。哎，婉瑜，矿石不是都卖出去了吗？你怎么还愁眉苦脸呢？这王文远睚眦必报，今天吃了那么大的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担心之后会有更大的事情等着。哎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以后的事情往后再说。现在先吃饭，请。走。我筹划的如此周全，怎么还是有纰漏？皇上，息怒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这林峰这个废物，竟然能想到以指甲以毒攻毒，这狗屎运实在是太好。林峰这小子运气真他妈好，先是地震开山，然后再是指甲救人，狗屎运罢了，迟早有用完的时候。林峰这个废物，他能用运气赢无数次，但只要输一次，那就是万劫不复。以王少宁的权势，弄死林峰，不就跟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吗？林峰不过是个跳梁小丑罢了。现在眼下最重要的是得到你姐。我一直有个事儿想知道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得到我姐呢？以您的权势、您的财力，还有您的相貌，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啊？你懂什么呀？我不过只是奉命行事罢了。奉命行事？整个海城还有谁能命令您啊？虽说我王家在这海城可以呼风唤雨，但是在那位大人面前，我们只不过是体型较大的蝼蚁罢了。难道是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可是，王上，现在我姐有孙家撑腰，那南山开采出来的矿石可值300多个亿呢。我现在还拿什么逼我姐就范呀？矿石有销路，那也得安安稳稳采出来才行。我已经吩咐聚义堂分舵的赵坤聚众闹事，阻止矿石开采。聚义堂那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货呀！你找他们不怕闹出人命啊？闹出人命那不更好吗？停工检查，耗也能把你姐耗死。高王上，您这招借刀杀人实在是高啊！我要是有洛洛这么可爱的重孙女儿就好了。林峰哥哥，尝尝这个。那，想吃什么跟我说，我帮你夹。林峰哥哥，我喂你。孙小姐，林峰是我的丈夫，我能照顾好。你照顾你的，我照顾我的。林峰哥哥是我们家的贵客，我们自然要好生招待。林峰哥哥，你尝尝这个，我亲手做的。苏总平常大忙人，你肯定吃不上。他吃不惯别人做的菜。哼，林峰哥哥，那我喂你。我来喂他。我喂你，我喂。等等，我们可以先吃吗？我饿了。不能。哎呀，年轻人真是活力四射呀！真是活力四射呀！苏总，苏总不好了，矿山来了一帮聚义堂的混混，见到咱们工人就打，咱们工人上的上，逃的逃，现在已经没人敢下矿了。什么？聚义堂？
他们不是只管江湖上的事儿吗？怎么现在对你出手了？一定是王文远，只有他会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这个聚义堂很厉害吗？聚义堂穷凶极恶，他们刀口舔血，杀人从来不眨眼，是海城出了名的地下皇帝。聚义堂，这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啊？苏姑娘，被聚义堂盯上，矿山项目怕是要停工了。虽说我孙家会全力帮助你们，但聚义堂势大，我家也周旋不了太久，你还是得另想办法才行。事情也不是没有转机，只是什么？聚义堂实行的是分舵自治，想要解决问题，只能去求聚义堂的总舵主段三爷了。那就快去啊，还等什么呢？段三爷地位崇高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岂能是我想见就能见的？段三爷。咱三爷可是号称能喝趴整个海城的，没想到他比咱三爷还能喝。是啊，自打我进聚义堂，就没见咱们三爷喝多过，今儿真是遇到高手了。哎，我说三爷，你怎么不喝呀？养鱼呢？不动，你牛逼，我投降。哎，来，马上。才喝这点都不够我透一透的。弄什么呢？看着挺有意思的。兄弟，这个瓶盖是送给你的，以后有事儿就到聚义堂找我。我聚义堂上百个兄弟，随时听你调遣。叫峰哥，峰哥。就这玩意儿，你也好意思送人？算了，拿着留个纪念吧。没劲。仙人呐！我想起来了，段家，我有个机会可以帮你找到他。爸爸，你认识段三爷？认识啊，我跟他一块儿喝过酒，不过那家伙酒量很差，才喝一会儿就喝趴窝了。林峰，你别胡说八道了。段三爷地位崇高，是海城的地下皇帝，他这种大人物哪能跟你一起喝酒啊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不信你看这个，这就是他与我喝酒的纪念品。他还跟我说啊，要是出了什么事儿，就拿着这个去聚义堂找他。聚义堂上下所有兄弟随时听候差遣。你刚才不是说有事情需要帮忙吗？拿着这个再报上我的名字，保准管用。林峰，你下次吹牛前能不能找一个好点的道具？随便找个刻着段字的啤酒瓶盖，就说能请得动段三爷。行了，我知道你是想帮我，但是江湖上的事不是你一个武馆的小教头能掺和的。这个你拿着，至于别的事情，我自己想办法。老婆，这有捷径你不走，怎么非要绕弯路呢？我倒是觉得吧，林峰哥哥说的是真的。林峰哥哥，我相信你说的话。苏婉瑜，你真的不去？你要是不去，我就去了。你愿意去就去呗，我才不相信一个破瓶盖能请得动段三爷。林峰哥哥，那我们走。哎，等等！我想了想，
还是我跟你一起去吧。那我呢？什么安排？你留在这儿，照顾洛洛。苏婉瑜，你不是不信吗？干嘛还要跟过来？我是不信，我压根儿就没指望那个瓶盖。我来是想自己求见段三爷的。要不是你捷足先登，现在跟风哥哥在一起的就是我了。你怎么吃醋啦？不知道风哥哥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是不是喜欢我这一款？孙雪，我警告你，林峰是我的合法丈夫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就是合约夫妻。等合约一到，风哥哥就是自由身了，我自然可以追求他。林峰不喜欢平的。你，苏婉瑜，你太过分了！站住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来我聚义堂总舵干什么？我是海城苏家的苏婉瑜，这位是海城的孙家孙雪。我们想求见段三爷。行了行了，每天不知道多少人想见三爷，三爷是什么地位？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？大哥，帮帮忙，我们真的有急事，想要求见段三爷。行，识相，赶紧滚蛋！小哥，你看看这个，这谁给你的？是林峰给我们的。他说了，拿着这个就能见到段三爷。难道这瓶盖真能见到段三爷？林峰是什么狗屁呀？老子根本没听说过。不可能啊！林峰还和段三爷一起喝过酒呢。你再好好想想，就连他都没有喝过林峰。放屁！三爷那是海量，就算把整个海城都喝趴了，他也不会有事。我看你们俩呀，是被那酒蒙子给骗了。我就知道，林峰就是在胡说。怎么可能呢？峰哥不会骗人的。小哥，你再好好看看，这上面还刻着段子呢。哟，你再捣乱，腿给你打断，滚！好了，孙雪，我们是见不到三爷了，死心吧。可是回去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三爷，三爷，那两个人干什么的？两个想见您的世家千金，我给打发走了。这别人呢，好歹攀攀亲戚，这俩倒好，拿个破啤酒瓶盖，说一个叫什么林峰的，把您给泼趴下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你说他叫什么？林峰啊，瓶盖在哪儿？三爷，您找瓶盖干什么？赶紧去给我找！如果找不到，我让你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！是，这林峰到底是什么人，竟能让三爷如此看重？三爷找到了。好，你看，骗人的！峰哥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谁给踩扁的？我踩的。混蛋！三爷，这林峰是谁啊？你怎么这么器重他？林峰，我只配叫他峰哥，你还敢直呼其名？他就是你说的那个人啊！扇自己嘴巴子，扇到说不出话为止。是。走，速去海城孙家，拜见峰哥。是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妈妈他们好像回来了，来，怎么样？见到本人了吧？怎么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？峰哥，我们去了，他根本就不认识你的新屋。他说我们不认识林峰这个人。什么？那个老小子当初可是信誓旦旦跟我说什么，气死我了！你们在这等着，我亲自走一趟。喂，林峰，你去哪儿啊？苏天，你来这干什么？我还能干什么？还不
不是为了你。姐，你就乖乖跟林峰离婚，好好的跟王少在一起，大家都皆大欢喜啊！不可能，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不过没关系，王少只要你一个人，剩下的人无所谓。少堂主可以动手了。林峰，快带洛洛从后门走。没事，老婆，他们这群就是一帮臭鱼烂虾。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聚义堂的人，他们练的都是杀人功，不是你一个武馆小教头可以对付得了的。妈妈，别怕，爸爸超厉害，他们都会被打趴下。小崽子，还小瞧我，松手！妈的，不带邪门，一起上！爸爸好厉害！打完收工，耶！堂主，别动，躲！林峰，你连聚义堂的人你都敢打，你等死吧你！口袋里叫人。挺好看的烟花。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这可是聚义堂分舵跟总舵的信号弹，马上总舵主就会带人来到这里。你打伤了这么多聚义堂的兄弟，你等死吧你！去你的！快走！信我的。谁扔的炮仗？大哥，自己人。谁打的？哎，他就是我。林峰，你打伤了三爷的人，你死定了！惹怒了段三爷，谁都活不了的。你好大的狗胆！你敢动我段三爷的兄弟！三爷，你没搞错吧？他，你兄弟！三爷，别逗我玩了，您可是总舵主，还是海城的地下皇帝。他林峰就是个小教头，他8辈子也攀附不到您头上啊！攀附？你个狗眼看人低的东西，你懂什么？要说攀附，那也是我聚义堂上赶着攀附我峰哥。你喊他什么？峰哥？您管他叫哥！来人，把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给我拉下去，砍断4肢，喂狗。是。别碰我，哥！不，姐夫，你饶我一命，你求求三爷呀，姐夫！你的死活我倒是不在意，这主要还是得看。姐，我是你亲弟弟，我该死！你求求姐夫放我一命！亲弟弟，你还有脸说？前几次要不是幸运，我早就被你们逼死了。我没有你这个弟弟。段三爷，动手吧，不必留情。姐，早都发话了，还不动手？苏婉玉，你真不要我了，皇上不会放过你的，你们等死吧你！总舵主，赵坤怎么处理？得罪了峰哥就是死罪，要怎么做还用我教你们吗？是，撤。峰哥，这么做您还满意？满意。林峰，三爷地位崇高，怎么对你那么客气啊？那还不是因为我酒量好吗？我跟你说，那时候啊，我们可峰哥，给留点面子。哎呀，改天在一起喝一个。好。王少，怎么样？林峰死了没？王少，死的不是林峰，是苏天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林峰是个什么东西？只不过稍微能打一点了，更何况还有聚义堂的人在，苏天怎么会死？王少，杀死苏天的是聚义堂的总舵主段三爷。什么？我找的明明是聚义堂分舵，段三爷怎么会在？难道是我？说，苏天到底怎么死的？段三爷好像和林峰认识，是他下令处死了苏天，而且连惹事的分舵主赵坤也给处理了。
说啊，林峰，你藏的可够深的。我说你一个小小的武馆教头，怎么也敢跟我叫板？原来是有段三爷给你撑腰啊！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不知你有大佬撑着。王少，张家人未免也太不尊重你了，让你等这么久都不出来。混账！张家人何等尊贵，竟能出来迎我！王少，张家人真的有这么厉害吗？我们王家虽然在海城耀武扬威，但在张家眼里，那就是看门的一条狗。张少，我能进去见老祖宗吗？废物，这么点事都做不好，还想见老祖？哎呦，张少啊，老祖一怒，王家必灭啊！你得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起来吧，瞧你这点出息，这回本少亲自出马，我就不信还治不了一个小小的苏家。张少亲自出马，以张家的声势，这苏婉瑜必定乖乖就范了。林峰、苏婉瑜，我看这次谁还能救得了你们？我跟你说，其实那段三爷也就一般，他也不能喝呀。你看呢？来，哎，婉瑜，你喝多了别摔着啊！我没喝多，不信我再来一瓶。哎，别喝了，太过分了！段三爷那老家伙，不仅自己喝多了，还把婉瑜给灌醉了。我没喝多呀。好，走吧，司机还等着呢。我不坐车，我不坐车。姑爷，洛洛小姐明早还有课，这样你先送洛洛回去，婉瑜这边有我照顾她。哎，好。洛洛，拜拜。走吧，我的苏大小姐。好，我们再去喝一顿。你扶着我，你扶着我。疼。你受伤了，你不能再走了。一股子酒味儿。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，不要睡觉了。我没醉，我们再喝。醉了，没醉。睡觉吧，睡觉吧。我也帮你脱。好，不脱了，等明天醒了，你自己脱吧。林峰，别走。林峰，别走。你要干什么？是你回来了吗？谁回来了？我们是合约夫妻，你这可是另外的价钱。不管了，等你醒来，你可别怪我。来吧。起床啦！洛洛，你怎么起那么早啊？妈妈，现在中午饿了。爸爸呢？没给你做饭吗？
怎么在我床上？昨天晚上是你让我留下来的呀。我？啊？好了好了，别说了啊！昨天晚上什么事情都没发生。昨晚你可说了，林峰别走！我打死你！别跑！哎，你打不着，打不着！晚点再找你算账。苏总，大事不好了！我们苏氏集团的股票暴跌30亿，咱们破产了！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集团30亿的股市资金，怎么可能一夜亏光？不知道啊，苏总。昨天晚上还是192块一股，今早开市就变成1块5一股了。知道。怎么了？公司的股价从192跌到了1.5，一夜之间蒸发了30亿。多少？30亿？怎么会亏这么多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但事实就是如此。一定是王文远那小子在背后搞鬼。当初我就应该收拾他。收拾他？嘿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俩还有心情闹？我没闹，对不对？上车。去哪儿？政协中心。哦，走，妈妈生气了，快跟上。不愧是张少，这一出手就点住了苏婉瑜的死穴。我花10亿做空他苏氏集团，就不信他不就范。哟，这不苏婉瑜跟她的废物老公吗？王文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堂堂王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？倒是你们，这股市都亏空了，你们来干嘛？果然是你在背后搞鬼。哎，你可别误会，我可没那个本事。这位是上京张家张琛张公子，苏家的做空是张少。上京张家？上京张家很牛逼吗？上京张家以武入商，短短10年就统治了上京的商界，是当之无愧的商业巨鳄。可以说，只要张家跺跺脚，整个海城都要抖3抖。苏婉瑜，你名字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了。今天终于见面了。张琛，你我素未谋面，我苏家更是从未得罪过你张家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苏氏集团动手？当然是因为你呀。因为我？你现在就赶紧跟我回张家，我保证你们苏氏集团一飞冲天，成为仅次于我张家的豪族。那不行，我老婆。没想到我苏婉瑜魅力这么大，一个个都想得到我。爸爸，你又多了一个情敌。真没想到我老婆这么抢手啊！我已经嫁人了，还请张少另选他人吧。苏小姐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我对你根本没有那个意思。家父说你是100年难遇的玄阴之体，拿你回去做炉鼎的话，他定能突破5道桎梏，踏入玄门，修仙问道。玄阴之体，修仙问道。我看你张总真是练武练得走火入魔。住口！你敢说上京张家人走火入魔，你活腻歪了！我管你什么王少张少，我就一句话，要斗就斗，我苏婉瑜奉陪到底。奉陪到底！真是巾帼不让须眉，难怪你都搞不定他，这还是个硬骨。只可惜玄阴之体让我父亲看上就没有生路了。我父亲用采阴补阳之法已经炼化了98名女子，现在唯独就差一位玄阴之体。有了你，我父亲定然能久久归元，超凡入圣。疯子，哪有什么修仙之法？老婆，话也不能这么说，我就是修仙的。哎，但不能照他这么修啊！你又是谁？我是她老公啊，龙门武馆的馆主，兼总教头。哼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废物？这么一看，果然是个废物。
我告诉你，我没工夫跟你这个废物浪费时间。宋婉瑜，现在就跟我回去做炉鼎，我保证，你股市上现在欠下了30亿，我立马帮你还清。而且，你女儿我一定会大力扶持，否则的话，我现在就切断苏氏集团所有的商业往来。到头来，别说是苏氏集团，就连你女儿，怕是连个遮风挡雨的狗窝都没有了吧？哎，你可想清楚再说，你的每一句话都决定了你女儿的生死。妈妈，我不怕，有爸爸在，坏人都会被打趴下的。我现在数3个数，如果3个数数完还不决定的话，那你母女2人就等着受死吧。3、2、1。婉瑜，是不是只要我能把这条线给拉上去，你们苏氏集团就没事了？恭喜你啊，大聪明，说对了。哎，看到这条线没有？这个是实时票价走势。哎，看到这个点了没有？这个是最新股价。你只要把这个点拉到最高，你就能救你的老婆苏婉瑜。就这么简单？简单？你以为股价是画鬼符呢？你想让它涨，它就能涨？那不然呢？喂，林峰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点毛病啊？苏婉瑜，你的老公他真的是傻得可爱。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让你明白你是怎么死的。我张氏集团花了10亿重金，向证券中心借了你公司大量的股票，全部低价抛售。这帮散户看到之后，纷纷跟着我一起卖，你的股价就越来越低，越来越低，所以才会像现在这样跌入冰点。对了，你想让股价涨起来，当然可以。你现在就把这些股票一手一手全部给我买回来。股票粗略估计，怎么得100亿吧？林大教头，你向哪筹够100亿呀？别说100亿了，就把他身上的全部零件全卖了，连100万都掏不出来。这有什么呢？我把这个拉上去，不就好了吗？什么？我没听错吧？你说你要用手捏着这个分时线，把它股价拉上去？你当你神仙啊你？我就是。要是拉得上去，我们不都是亿万富翁了？就是啊。林峰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就不要添乱了。妈妈，爸爸说能，他就一定能。好了，郑琛，这是我的事情，与他们无关，你放过他们，我跟你走。婉瑜，这就只不过是我动动手指头的小事，你用不着这么跟天塌了似的。哎呀，我就喜欢看着蝼蚁垂死挣扎的样子。既然你说你能拉上去啊，我就大发慈悲的给你个机会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能把这股价给我拉上来，我不但放了他们母女2人，我还给他们苏氏集团30亿作为补偿。30亿？没看出来你还是个好人呐。好人？哎呦，30亿呢？这不是散财童子吗？这不是好人是什么？那我就给你当一把。林大教头，开始你的表演吧。嗯？林峰，这是股票，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，你就不要闹笑话了。婉瑜，别担心，别人做不到，但是我可以呀！啊！妈妈，相信爸爸吧。像个小丑。林峰，这次你死定了。林峰，你真是……动了，真动了！直线上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走势啊！能有这样的走势？除非注入了100亿的资金，可除了张家，谁还有这样的本事？爸爸好厉害，能不能再拉高一点？洛洛想让这只股票再高一点是吧？好，爸爸答应你。
300，再涨啊！100，从没见过单价如此高的股票，这简直是财神爷降世啊！还在涨，还在涨，不能再涨了。1100元一股，涨了700倍，真的是真的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妈妈，爸爸可是仙人，这件事情对爸爸来说易如反掌。谁说炒股很难的？这不挺简单的吗？张少，怎么办了？真给他拉上去了？不可能！你得愿赌服输，可别耍赖啊！31，拿来吧。我拿你妈！短短10分钟，这股价翻了700多倍，怎么可能？你不信爸爸，还不信他？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串通这些工作人员自大盘上做手脚耍我，要不然这跌入冰点的股票怎么可能瞬间涨到1000亿股？林峰，这事儿是真的吗？好啊，造假股票数据那可是违法的。苏婉瑜，我只想让你回去给我做炉鼎，没想到啊，你这老公要让你们全家蹲大牢啊！墨迹，你就是不想给吧？姓张的，那只是你们家的股票是吧？没错，1000元一股，货真价实。看我给你拉下来！看我给你拉下来！你能不能别演了呀？股市就是股市，不是你动动手指就能拉下来的。没事，让他演。他一没我有钱，二没我有头脑，在现实中打不过我，我要在幻想中还不让他赢，那岂不是太残忍了？怎么回事？拉不动了呢？这股票啊，最低就0，你怎么着还能把它拉成负数啊？林峰，不得不说，帮你造假的这些人还是有点脑子，知道这股市拉不为负数。不过跟他们比起来，你就蠢多了。林峰，别闹了。我没闹，我就是不知道股票没办法拉成负数，不然的话我拉爆它。林峰，你说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脑子这么有病呢？那你下一句是不是要说张家该破产了呀？你怎么知道？正好，这是我们家专门负责集团股票的特助，你不要拉爆吗？来，我让你们都听听啊。喂，陈特助，我们家今天这股票又涨了多少啊？少爷，天塌了，集团股价归零，2000亿资产瞬间蒸发了呀！你他妈放屁！这怎么可能？我们家股票稳得很，怎么可能瞬间没钱了？少爷，我不敢说谎呀，集团的股票真的归零了。尊敬的用户您好，您购买的张氏集团股票已清零。张少，他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我们真听没了？不可能，他又不是仙人，他怎么通过2个手指就把股票都拉跌了？猫腻，这里边一定有猫腻。我跟你说了，我爸爸是仙人，不好惹。放屁！只有我父亲才是那仅次于仙人的存在，他一个渣子，怎么可能是仙人？一定是有人趁机趁乱要做空我们张家的股市，到底是谁？给我站出来！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太匪夷所思了，难不成林峰他真是？老爸，这里没我们什么事了吧？走，回家吃饭去。我还没让你们走呢。张琛，你计划失败，难道还想杀人不成？我当然要杀呀！哦，不过你的命我会留着，至于他们俩，那我就说不准了。不行，这事情从始至终都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我本来是想只冲你来的，但是他今天让我很不爽。林峰，你的命我必杀！站在一个女人后面算什么？有种你现在给我出来！还有点种啊，不然我还以为你是个窝囊废呢。林峰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在外面布置了10名狙击手，只要我动动手，
你的命立马就没了。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跪下给我磕头认错，我们的账既往不咎。你来呀，你打我呀，打我呀！我他妈没跟你开玩笑。林峰，我也没跟你开玩笑。你给我站住！告诉我，我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，赶紧给我跪下来，给我磕头认错！还在这跟我装死人是吧？我不要！老婆，张少爷是吧？我给你算一卦，你今天有血光之灾。放屁！张少，死了！哥，以前是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不识真佛，我不跟你抢人了，好不好？这是我新买的劳斯莱斯幻影，还有我王家所有的财产，全都给你。只求呢，放我一条生路。口说无凭，立字为证。立，只要峰哥说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来人，拿纸和笔来。行了，没事了，滚吧。这就滚！林峰，等张少死亡的消息传到张家老祖的耳朵里，你必死无疑。到时候给你承诺的这些，我全都拿回来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放虎归山？你不怕他们报复吗？他算什么虎啊？顶多算个臭臭。倒是张琛家的那个张家老祖，我倒是挺感兴趣。把那个王文远给放回去，给他们通风报信，正好把幕后施黑手的拽出来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爸爸好厉害！别拍马屁了，妈妈还晕着呢，差点把妈妈给忘了。你可不能把你妈妈给忘了。谁叫爸爸这么强？我知道根本没人能伤到我们。妈妈，你醒了！爸爸妈妈醒了！妈妈去吃饭。爸爸妈妈醒了。醒了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快坐，喝点热汤暖暖身子。都是你做的？尝尝我做的汤，熬了好久呢。当心烫。爸爸，我也想要。爸爸也给你盛。啊，对了，林峰，你是怎么解决张琛的？那当然是我爸爸大显身手，大展神威。爸爸说给坏人算命，说他有血光之灾，之后他就真的死翘翘了。那些坏人就该自食恶果。乐乐，你又瞎说。爸爸是会武术，但是算命算死人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呢？妈妈，我没有瞎说。爸爸，你快帮我作证。没错，我作证，洛洛所说句句属实，若有虚言，天打五雷轰。你呀，你说的话最不能信。嘿，哦，对了，你昏迷的时候啊，我让王文远
给咱们立的字据，说是把他们家的产业全都给我们了。这上面真的有王文远的手印跟签名，这是真的。对，这王文远平时嚣张跋扈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没怎么做啊，这都是他主动找着我，跪着我求我收下来的。你就吹吧你。不过林峰，我很好奇，你到底是怎么让苏氏集团的股票暴涨，同时又让张氏集团的股票暴跌的？炒股嘛，很简单啊，把你的拉上去，再把他的拉下来就好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啊。难不成林峰是个隐士高人，是我看走了眼？什么？苏总，天大的好消息！境外资产大量收购我苏氏集团的股票，咱们的股价破千了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境外的资本为什么要帮我们？张家行事乖张跋扈，这些年得罪了不少大资本，这次完全是咎由自取。苏总，您还不知道吧？这次境外资本不仅救了咱们苏氏，还趁机做空了张家，张家的股票清零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果然是我想多了，李峰只是个武馆的小教头，根本不是什么隐士高人。不过林峰这运气啊，还真是好，每次都能逢凶化吉，简直是我苏家的锦鲤了。啊，干嘛？哎，我知道，寻常女人很难不被我的美色所俘虏。但是我事先声明啊，我只卖艺不卖身呐。哦，吃饭吧你。果然啊，女人心海底深呢。红尘劫已过，天雷劫要来了。爸爸，好黑，我好害怕。洛洛不怕，爸爸带你去渡天劫。爸爸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准备好了。洛洛，准备好，看爸爸对抗天雷的英姿。爸爸加油！嘿嘿嘿，这才哪到哪儿呢？再来！天哪，爸爸比超人还厉害！怎么雷声这么大？洛洛最怕打雷了，怎么不进来找我？洛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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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洛洛不在，林峰也不在，这刮风下雨的，会去哪儿呢？爸爸好厉害！洛洛，洛洛，洛洛，谁让你上去的？太危险了！这林峰干什么吃的？洛洛上屋顶了都没发现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林峰，哇，爸爸好厉害！再来！没想到这天雷竟然还能淬炼肉身。有了，能不能用点力啊？没吃饭吗？爸爸，
我果然没有猜错，如此没意思。危险了，快跟妈妈下去。我不要，我要跟爸爸一起。爸爸在哪儿呢？爸爸在那儿。那个是雷暴云，爸爸怎么可能在上面？走。妈妈，我没撒谎，爸爸真的在那里。洛洛，别胡闹了，现在天气情况这么差，要是被雷劈了怎么办？下楼。洛洛，走。好吧。等爸爸回来了，我一定狠狠教训他。不愧是9天劫雷，竟然能修炼出荒古圣体，这下我终于可以功德圆满了。爸爸，你渡劫成功了。林峰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洛洛他怎么了吗？没什么。你穿个衣服吧你。哦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怎么突然在那发呆啊？你没事吧？没什么。给。不用，谢谢。啥不用？你的电话。啊，不好意思。这么晚了，公司还有什么事？你苏家的丧事。呀，这不是我亲爱的苏总吗？怎么还跟林峰这个废物混在一起呢？张欣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你还好意思出现？我有张家老祖庇佑，有何不敢？张家老祖。苏婉瑜，你还真是不好请啊！罢了，老夫亲自来请，跟我走吧。哦，你就是那个想拿我老婆当炉鼎的人是吧？你是？老祖，他就是林峰，害死少爷的罪魁祸首。好啊，没去找你算账，你都自己送上门来了，也罢，免得我到处寻你。区区蝼蚁，竟敢害我儿子命！快来人，拦住他！林峰，张晴天武道通学，天下无敌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他要的是我，这里有我和保镖拖住他。你带洛洛快离开，马上有我准备给你的船，你带着洛洛离开海城，越远越好。老婆，那个老头我翻手可灭，何必搞得跟林峰，这次必须听我的，我命令你带洛洛离开，立刻，马上。今天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离开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些都是内劲高手，即便不敌，也能拦住你一时半会儿才对啊！苏婉瑜，你也太小瞧老夫了。就这几条臭鱼烂虾，还不够我热身？苏总，你何苦挣扎呢？本来只需要献祭你一个人，就可以让所有人飞黄腾达。苏少、张少，还有这些保护你的人都可以不用去死。现在好了，你还是要被抓去做炉鼎。可是林峰还有洛洛都得跟着你一起陪葬。苏总，你为何如此自私呢？
妈妈放心吧，有爸爸在，这些坏人都会死的。林峰，一个武馆的小教头，哼，真不是我看不起你，就算是张家老祖站在这让你打，你也得把自己弄得骨断筋折。你胡说！我爸爸一拳把这个老头打趴下。哦，是吗？小子，苏婉瑜我要定了。不过嘛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机会，保你女儿一命。但是我站在这里不动，不还手，3招之内，你只要能让我后退半步，就算你赢。不用3招，1招足矣。林峰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逞强？这可是关乎洛洛的生死。我说1招，就1招。好，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行，老夫看好你的勇气，来吧，爸爸加油！哼，林峰，再给我一个奇迹吧。老头，你想当仙人是吧？好啊，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仙人。你就是我想做梦都成为的仙人。老祖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妈妈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爸爸是仙人，可厉害了。你不信，现在信了吧？那你之前说的炸山是真的？是啊。那之前用指甲盖救活孙家老祖也是真的？那股票的涨跌就这么就上去了？那洛洛之前说的你带着他上月球也是真的了？哦，你看这张照片，这下你总算相信了吧？姑爷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，你一定得冥界啊！今日你能铲除张晴天，都是我在暗中斡旋。姑爷，求你饶了我的命，求你放了我！我见过不要脸的，还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是没脸没皮，求姑爷饶了我一命，求姑爷饶了我！只要你能饶了我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人呢？林峰，这些日子多亏了有你。老公保护老婆，天经地义。爸爸妈妈，你们结婚时还没有举办婚礼，现在坏人被解决了，现在可以补办。接下来有请新娘入场。太幸福了，是。哎呀，真好。怎么样，我美呆了吧？天上的仙女也不过如此了。有请花童献上婚戒。我们的合约今天就到期了，你还愿意续约吗？续，合约的期限是10000年。
以亲吻你的新娘了。我不同意。谁啊？我不同意。我爸爸妈妈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，凭什么不同意？因为我也要嫁给风哥哥。你看看，真是啊，什么情况？是你风可不是？他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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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